手把调个料，加点生抽，来点味精、鸡精、盐巴，来点老抽，来点蚝油。够辣了，打个料来。炒香。把料子打下去。再加点啤酒，炸鲜。再切点配菜，切个胡萝卜来。差不多了，把配菜倒下去，再把虾倒下去。天在喊听众了。哦，6点过了，老虎，走回去了。哎，不行，快走，老虎，烧菜了。起锅了，来。这个长了，吃饭都还没回来。今儿下午咋子啊？回来吃饭噻。回来吃了3美女。咋着？这是我的，这才是你的。你不是要钓鱼吗？就这个钓到车。你这道球，你要钓得起来嘛？啊？你不是喜欢钓鱼吗？